世界樓巡禮，主持魏美珍、莫佩文。繼續翻嚟咧，世界樓巡禮嘅節目啊 ，Paula 你好，好開心啊！今日有專家啊，可以教下我哋點。你即刻攞咗料啦，係啊，就係地產分析員啊張一鳴啊。係，大家好 ，Derek 你好，大家好。今日咧就想講下世界各地啲物業咧，唔單止係生活嘅必需品，一定要住啦，有瓦遮頭，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投資產品嚟嘅。但係講開投資咧，就當然同貨幣政策有好大嘅關係㗎啦。而家美國有加息啦，咁啊人仔咧又貶值啦，咁啊貨幣政策究竟同樓嘅關係咧有幾大咧？今次嘅衝擊會有幾多咧？其實個貨幣嘅政策咧，過去嗰幾年一路都影響緊全球個房地產㗎啦。你睇翻歐美個情況咧，其實如果你依家去到大城市咧，最好嘅地段咧，基本上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泡沫嚟嘅。譬如話舉例，你去倫敦啊、法國啊、紐約啊、洛杉磯嗰啲咧，基本上你個租金回報率可能係3厘或者以下。咁如果以嗰啲地方嚟講，基本上好貴。譬如舉例，你去美國，你要借錢可能要借4厘，但係你可能買個物業可能得3厘幾，咁你其實根本上就係純係搏佢升值嘅啫。咁咪即係炒到好犀利咯。咁呢啲就一定係因為QE 個問題啦。咁而亞太區嘅話，其實除咗本身個房地產週期應該係要上，過去嗰幾年應該要上升之餘，再加埋就係水浸啦。因為個問題就係你 QE 嘅話，啲錢好多嚟咗亞洲嘛。咁依家就有個問題就係亞洲開始退潮啦。咁所以大家就見到亞洲其實個房地產係開始有壓力咯。尷尬嘅地方就係美國係加息係收水嘛，但係亞洲、日本、歐洲同中國都係放緊水，咁點算呢？我最近即譬如話，我見到好多嗰啲私人銀行啲產品咧，其實開始已經同你對賭咧，美國係減息㗎啦，已經係對賭減息㗎啦。因為大家都傾向就話覺得美國經濟開始會走下坡，但係當然走下坡得嚟，佢唔係走得好快嘅往下走啦。雖然大家都預計咗美國係會加息，但係個可能係加，可能係短期息，但係長期息都仲係壓緊落去。而短期息嘅話，可能加多2-3次，可能依家個市場共識啦，可以咁講，就係話咧，今年可能都會有嘅傾向加，但下年可能會減翻落去。咁所以其實因為個問題，全球經濟其實都係唔係真係咁好咯，做得。咁最近我都睇到咧，內地都會實施咗一啲外匯管制啊。咁你覺得呢個又點會影響海外樓價啲投資者？其實整體嚟講係應該會係少咗水過去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見得到啱啱出咗嗰啲所謂銀聯卡嗰個事件啦，佢一出咗話，跟住之後，嗰啲保險公司已經有晒招數去避免啦。咁其實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實在太多招數可以拎啲錢走。當然個問題就係拎啲錢走係難咗，同埋將會越嚟越難。咁所以呢個就導致到薪水咧係越嚟越少。但係其實之前嗰幾年呢，過去歐美日各大嘅城市去炒樓嘅咧，其實已經好多錢過咗去咯。如果唔係，都唔會見到可能譬如話喺大城市得翻2厘3厘啦已經。你覺得內地方面會唔會進一步收緊？一定個原因就係因為你睇到好多外匯儲備咧一路跌緊，而外匯儲備一路跌嘅話咧，其實有2個因素。一個因素就係話導致到市場可能對中國嘅人民幣嗰個捍衛人民幣嗰個能力啦。第二樣嘢，人民幣繼續跌嘅話，亦都會導致到更加資金流走中國嘅。所以佢一定要盡快穩定呢個市場個信心。咁如果穩定市場信心嘅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唔好俾啲錢走，因為啲錢擺到明就係大家用腳投緊票，就話信唔信你個人民幣啊嘛。所以政府就一定用盡晒全部方法，盡可能保持住嗰個人民幣唔走得，唔離開得咯。但係我哋頭先同阿 Paula 都研究過咧，你越撳咧，你就越想走。啲人越想走，所以佢咪最終依家睇得到個情況就係佢越嚟越緊嘅話，最終就係話係可能真係走翻去實質上嘅資本管制類似咁嘅情況。倒退緊嘅喎。但係冇辦法啊嘛。中國有好有唔好，好嘅情況就係話依家有個危機出現咗啦。佢好即係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可以落閘。但係如果你嗰個經濟體系或者你所有嗰啲制度咧已經完全開放嘅話，佢落唔到閘。咁中國嘅話，佢依家咁嘅情況，如果最後關頭佢真係可以落閘嘅。之前我哋有好多嘅中國人呢，中國大媽走咗去澳洲啊、倫敦啊買樓啊，搶高晒啲價噶嘛。啲人越驚嘅時候，啲錢咪仲用得犀利。咁唔使太擔心喎，澳洲啲樓。其實我咁講啊，就係亦都從呢家亞洲同埋香港嘅情況一樣，就係話本身如果你租金回報率係咁低嘅話咧，其實個抗跌力係好弱嘅。有啲乜嘢危機咧都會就會冧噶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話係當然嗰啲錢想走，個問題就係佢會盡力去走。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政府係真係做得到，能夠做得到係令到啲錢走唔甩嘅話，咁佢都冇辦法。譬如佢依家要 check 你嘅銀聯卡，你所有交易其實佢都 check 到㗎。佢叫銀聯俾晒資料佢，跟住佢就話好似8月嗰陣時炒股票咁啫嘛。政府警察直情介入咗嚟 check 你嘅，你邊個夠膽喐啊？即係佢可以做得出嘅。咁問題就銀聯卡，喂，你有邊個咁樣做過數嘅？我即刻全部你俾晒資料我，你邊個夠膽喐啊？即刻。內地啲錢走唔到出去啦，咁梗係都會揾下內
內地嗰啲投資機會㗎嘛。咁會唔會調翻轉啊？買內地樓可能內地樓有得升喎。經濟差緊，因為你幾頭馬車其實都係死咗火嘅啫。其實咁所以個咪經濟差緊。咁你有啲咩概念？其實過去嗰幾年大家炒投資國內嘅產品咧，都係炒國家政策啫嘛。咁你依家國家政策都冇乜國家政策可以出到，因為問題就係話過去嗰幾年印得太多錢，咁佢唔可以再印新錢投入去嘅話咧，你冇乜國家政策可以有市民憧憬。咁房地產當然個問題就係話你一線啦，可能北京、上海啊、深圳嗰啲咧，其實又開始炒風又出現㗎啦。咁而家樓價又係升緊，咁但係個咪始終係局限於嗰啲咁嘅地方咯。你2、3、4線嗰啲城市其實個供應真係好多。係啊，聽朋友講都話，你都要小心買，譬如2、3線嘅城市，有啲真係好似鬼城咁嘅，成棟大廈都黑埋關住嘅咁。同埋佢起起上嚟咧，你見得到好多嗰啲所謂鬼城咧，佢唔止係鬼城咁簡單。高速公路中間見到一啲鬼城咧，其實你諗下點會無啦啦會有人落喺嗰度中間出嚟去住嗰啲樓咧？其實嗰啲樓根本起咗出嚟係我諗10年20年都可能真係冇人會去嗰度住，因為你係兩個城市中間一個高速公路中間，你根本就唔會有無啦啦有人去轉落去嗰度住咯。即係個規劃係出現咗問題啊！因為嗰陣時候政府係話唔理啊嘛，就國家政策話我要投資，我要起樓，我要推動經濟啊嘛。咁所以好多嗰啲地方政府咪盲目投資咯。咁依家就導致到今日個惡果咯。有咩辦法可以解決？要時間㗎啦，冇辦法㗎，陣痛咯，係即係要慢慢吸納咯。咁你冇辦法咯，呢啲嘢即係要時間過去，唔可以係快，即係特效藥咯，冇特效藥嘅呢啲。你係地產專家啦，有啲咩建議俾我哋咧？其實如果我話見到環球嗰啲大城市咧，咁就冇乜機會㗎啦已經。但係你大城市嘅外圍或者係相對地細嗰啲城市，其實機會都仲好多。因為譬如話舉例，好多嗰啲投資者，尤其是係中國嗰啲投資者咧，過去投資咧，基本上佢唔識當地嘅環境嘅話咧，佢通常一去到就話我要最好嘅地段。所以最好嘅地段咧就炒到癲晒。但係外圍少少嗰啲，其實佢哋未識噶嘛，喺呢個階段未識噶嘛。咁即係雖然佢學緊，咁嗰啲個咪未開始有炒風咯，未開始炒風咪仲有機會咯。其實如果你睇翻以往嚟講咧，如果你純粹睇房地產週期咧，東方嘅房地產週期同西方嘅房地產週期咧，其實係啱啱相對嘅。通常係最差東方週期，即係嗰個房地產最差嘅時候咧，個週期西方就最好嘅時候，啱啱調翻轉嘅。咁而今次嚟講咧，其實你亞洲嚟講係最好嘅時候，啱啱回緊落嚟。其實理論上歐美就應該啱啱上緊嚟嘅，但係因為有 QE 嘅問題咧，將嗰啲所謂最大嘅城市係即係扭曲咗。但係其實整體上嚟講咧，歐美嘅情況咧，其實個房地產市場係仲有吸納機會，但係真係要去揾咯。你真係識得要當地去揾到呢啲咁嘅地方咯。幾多嘅回報率先至係合理咧？頭先話3-4厘咁低啊，啲抗跌力係好鬼低嘅啫。有啲咩依喐抌咗佢先啦，都唔會太肉痛啊。我哋依家譬如話我哋自己嗰個房託咧，我哋投資海外咧，我哋睇緊好多嗰啲房項目咧，槓桿以後加埋稅，即係淨利潤咧，可以都有成7-8厘嘅一年，淨係收租收到7-8厘，同埋長租約嘅喎，通常係長租約嗰邊。咁你長租約嘅話，譬如話舉例，我收10年租，其實我已經回咗本啦。咁但係有可能有20年租嘅喎，有20年租約。咁個情況嘅話，其實往後第2個10年，其實我淨賺嘅咯。再加埋就係話，我有幾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如果你睇翻房地產週期，都係亞洲同歐洲比，都係歐洲機會即係賺錢嘅機會係大過亞洲咯。喺呢一刻嚟講，咁你呢啲咪就係玩個房地產週期，但係呢啲一定要長線咯，即係唔可以短炒咯。咁 Derry 你頭先提到啦，2-3厘香港嘅樓市嘅回報啦，大家都知係高風險㗎。咁如果我真係想而家係放咗香港層樓啦，咁你又點睇而家樓市係咪放得甩咧？豪宅或者係細價樓兩方面嘅市場係點咧？要賣樓咧，你一定要係噏聲升緊嘅時候你先買到嘅。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幫你買嗰個咧，嗰個人都要預計有錢賺先會幫你買噶嘛，佢唔會話喂，我預計摸頂我幫你接噶嘛。咁你起碼即係話仲要預翻2成嘅升幅，佢先至會有機會有個即係所謂傻佬啦，或者買家幫你成啦。咁個情況就係話咧，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基本上呢家咧，因為大家個氣氛已經轉晒，其實大家氣氛都係覺得係樓市唔會再升同埋跌嘅話咧，你要賣樓嘅你市價賣唔到，你起碼低個市價10-20%你先有機會賣到。咁條氣鋸唔鋸先？咁佢就係咁解啫嘛。OK， 頭先講嘅都係講住宅啊，但係其實物業都涉及好多唔同噶嘛，可以係寫字樓啦，可以係酒店啦，可以係一啲嘅 industrial building 啦。呢啲又會唔會有機會啊？會唔會好啲啊？寫字樓好啲，因為寫字樓其實譬如中環，大家呢家喺中環你都知，其實租係仲係升緊嘅，因為供應唔夠，相對嚟講，因為好多嗰啲國內嘅金融公司嚟，或者係啲上市公司嚟香港成立個駐點啦，咁所以需求係上升緊。咁但係同一時間就冇新供應，咁所以中環個寫字樓好硬淨。咁但係商鋪大家都知啦，商鋪企業其實因為自由行冇咗，其實受影響好大啦。咁工業樓嘅話咧，其實當時好多工業樓嗰啲都話即係有啲咩概念啊嗰啲咁樣，其實好
最近好似都我諗都靜咗落嚟呢啲咁嘅概念。咁所以亦都工業攞個樓價，我都覺得就係話其實之前炒嗰啲譬如重建啊、轉型做酒店啊嗰啲，我覺得都因為你酒店其實依家個週期亦都係落緊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啲咁嘅價值、投資嘅價值其實都係相對地比幾年前係細咗好多。好嘅，咁我哋今日時間關係傾到呢一度啦，下個星期啊繼續上嚟同我哋講下香港樓市啊，不如好啊，出現逆轉咯，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呢？下個星期先探討啦。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摸唔清海外樓市，睇唔透回報潛力。AP 世界物業顧問提供海外置業諮詢，助你了解各地法律、經濟、稅務及風土人情。無論自用、投資抑或移民，AP 世界物業顧問都會介紹合適嘅海外樓盤，幫你以相宜入場費坐享理想回報潛力。逢星期六中午12點喺新城財經台 ，AP 世界物業顧問更會解構環球樓市，帶俾你世界樓巡禮。